好，来继续正大消息。来看川普要甲台湾扣32趴的重税，总统赖清德下令成立谈判小组，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率领去谈判。同一个时间，台湾美国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王定宇是发出着邀请函，邀请着跨党派的立委组团到美国访问。但是，这个联谊会共同会长国民党的立委郭志温说讲，伊根本唔知影这个代志。王定宇回回讲，伊第一时间就传讯息给郭志温了。面对残破关税过来，会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领军去美国，会零关税谈起。只不过伫咧这当中，台美国会联谊会会长王定宇发邀请函欢迎跨党派立委组团访问华府。斟酌看规划内容，写着亲身到美国政治的重要区域，深化双边连结，无讲到对等关税。行程规划伫咧4月28到华府，会先去到双上园听驻美代表处业务报告，再佮含代表刘大雷同齐食暗，随来到美国国会拜会顶顶。不过，同款是共同会长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说讲，家己无成真相。我们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收到这个邀请函的传真。大家才知道，然后呢，就有非常多我们本党的这个所谓的立委就会特别来问我，你也是国会的这个共同主席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说我是真的完全事情没有被告知。柯委员说没有事前跟他沟通，我想他误会了啦哈。我们一旦确定，我第一时间就把行程传给他了。那也诚挚的邀请柯委员可以一起来。毕竟，离立法院长韩国瑜访问美国才过3个月，联谊会副会长甲卢君嘛积极，立委带团出访，担负这个必要。台美国会联谊会的荣誉会长呢，也是我们江启臣副院长，所以我想，有这样的一个发起，我是不太想去质疑这个动机，因为大家应该也都是以这个我们的经济民生为主了哈。港官嘛对会议排定不满，身为财政委员会民进党立委郭国文，甲问题指向调费偌数可，讲全台湾会着关税偷工摸小。市民委员会所通知，要前往台北金融大楼投资据点考察，会安怎想，都拢想无。赖世宝一再强调说政府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可他说的跟做的不一样。礼拜3他要跑去哪里？居然跑去台中。去考察所谓的101的场址，关税战冲击马煽动调下的敏感神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